过啊，这是一个牺牲的故事。咱袂当想象君王耶稣为咱所做的一切，伊毋捌看见伊所放撒的美丽情景，就是光的温暖、完全的喜乐、袂受拍破的平安，甲丰盛无比的疼。咱也永远无可能体验伊所受的苦楚，但请咱恬静，独独注目伫伊，来看主的身躯破碎流血，就详细来看伊的面，受残忍苦刑，直到变形。恁有想要对恁的王讲甚物话吗？